中国戏曲由民间歌舞、说唱、滑稽戏和独特的方言音乐演变而来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，经过汉、唐、道、宋、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。它由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武术、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，约有360多个种类。中国传统戏曲集念、唱、做、打于一体，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。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、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。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，逐步形成了以5大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院，分别为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。
心难成仙。心我推转要前，天地言送了娘。